想不到这要命官头问这毛病。你快去对县政府讲，只要他们报的黑道母子兵荒，我定当从刑。好，好，好。阿嫂，侬一家头坐在这里，是否在想我啊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！今天员娃在家，你也过来。在家又怕什么？我同你老公是至交，他小老婆生儿子，我上门何喜，欲有万可。算了算了，这小先生进门不足1年就怀孕生子，将来子承父业，房光家财就要落在他的手中。你明明知道我心里不痛快，偏偏我要来生风凉娃。你不痛快，他就不生了。事已至此，你该想想办法才是。上次我跟你说过，这个家里你是大，他是小，生下来的小儿子应该叫你妈妈，叫他姨娘。你同你老公说过了？说过了。那他答应了？他管不答应嘛。不过这有什么用？每天就是叫我1000遍妈妈，我还是个家娘，他总归是真嘛。这你就不懂了。生下来的小孩子懂个啥？日长月久，教啊教，就为农家成真的。农家真去。好，地宝，你也来了。马有完喜得贵子，我他来何喜呀？马兄，从现在起，侬当爹了，小弟向你讨喜，同喜同喜。阿嫂，从现在起，侬当娘了，小弟也向你讨喜。东西东西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，让妈妈好好的快快哟。马有完，你老来得子，真是好福气呀！地保他来欢喜。多谢多谢。员娃，街坊司令和亲朋好友都聚集听呢，要向员娃和小少爷和喜宁。好好好。你们怎么傻在这里？来呀！在。快快张灯结彩，大摆酒宴，为员外与小少爷贺喜。对，两位请。
空关在。
正是问他的。百家谁人被生娃，晚上谁人问车雨，哪个毛不起金毛姨娘啊，你知我也怎么样，也要跟你争老娘，天真孩儿来帮渡，我心痛月恋夜梦。想遗忘一刹不见，谁让面自高山丘牵挂东，他是离家永不见，岂不是我草根必死去哭？莫非是欺负用情，欺风波？冤枉！冤枉！好，有人送来二娘收拾的当票。二娘收拾的当票是谁？他是司机，叫张林，是二娘的弟弟。快请他进来。他算就醉了。了。这些什么呢？他叫我把当票给他娘，外甥怎梦相争，约定当从中相携。冤枉！这下事情清清楚楚了，二娘是冤枉的呀！好，姓王才铁骨家法，先遭秋郎，不遭他阳公太师。弟弟，我不娘一娘罪，我不娘一娘罪。为我自有道理，这里有事，你先去院我上。弟弟。求安，二娘的弟弟张林究竟来过没有？没有。
秦王在，去过家法与我从中抵挡，看他是不是杀我。是。哎呀，我讲，张灵来过的，又是见过他娘，见过，他娘还让我带他用过去吧你。二娘的嘴上是哪个教育张灵的？是。秦王在，当时不要当！哎呀，是他娘教起他的。去哪里？大娘，我实在通不过，只好再讲了。滚！冤枉丫头的话岂能当真？哼，难道张灵送来的当票也是假的？嘿啊！是我错怪你，我只想赔礼了。冤枉！黑的妹妹，我已经你赔礼了。大娘，不要这样，看着你我姊妹7年的风霜，你就要原谅我一回吧。员外，都是冤枉，都是妹妹。事已过去，不要再提。看天色不早，员外还是到厅堂吃饭去吧。去吧，把手拉叫来。冤枉，你就不要再生我的气了。只要你以后能顺他，我就少你这次是。弟弟，妈妈，弟弟，一样是通过这样，我真开心。儿啊，到这里来，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，还被父母聚。大娘，请上座。不好意思。你二娘多好，你应该先敬他一杯才是。妹妹，这杯是太太的姐姐，还望不管当。陪你一杯。怎么能了你？我去堂来，我去堂来，我去，那是我去。气死我了！今日此次，叫我以后怎样做人啊？所需一不做，二不去，将他两个。对，我就是这个字意。妹妹，我还要用茶，你去来。
剧唱好了，来来来，我为你们斟上。妈妈，我也要下去。不行，姨娘，我也要下去。那就烧命一口。小孩子不能下去。对，小孩不能下去。我来。叫娘进去背，放水对窗。什么门体里神色金黄，四邻儿心窝里小鹿乱唱。为什么门栓不中到江员外，你怎么了？员外，天旋地转，痛惨明怕了，你好狠！为我到这就输死了，看样子像是中毒。阿嫂，他方才吃了什么东西？他就是喝了一杯酒。酒？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个小奸臣要死的。大娘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还想抵赖不成？我问你，这饭菜是谁去安排的？这酒是谁去烫的？也是我，这就对了。不是你下地毒手，枉于大公。大娘，你不要羞愧本身，冤枉我！我要亡命，正好赵兄弟在此，他家门众人追求他这个道理。这件事我也不管乱事，还是结官为好。对，到永衙门里见官去。走。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姨娘。
在后堂是真是真，不想有人来过喊冤，好不扫兴。老规矩，快请赵令师过来陪审。有请赵令陪审。见过他人，来，大汉元人上堂。汉元人上堂。见过他人。哪个是原告？是我。快讲。小夫妇主事是马军庆员外的大娘，小妾张太堂私动奸夫，用作押死6冤枉，据老爷所指。大圣，大娘胡言乱语，小女自冤枉啊！小妾自冤枉，老赵，他们两个争吵不休。你可如是好啊！大人，宽是根，宽人宽出身，只要问清二人的来历，必会弄清这家。有理，那就先问问他们的出身。不是，你是何出身？我娘家是曾在名门，名为争取到了马家。哦，原来是真经人家。那么张海棠，你我妈讲，家中贫寒，为长母亲卖身做茶。什么？卖身做茶？老赵，各种人做各种事情，那就难挂了。大人告诫，大人告诫。那就照此再问下去。张海棠，你原本是娼妇，怎为没遇见夫？免得比不在苦，还是杀了吧。大圣，我从良之后瞌睡不到，空前分量，还为员外生下一子，怎么会有前夫？等，你说什么？你外生有一子？正是。这7年令我相夫教子，不做有亏之事，不失为利之王，连他们都恨上跨出半步，整天随着儿子受劳，为他抱他养他教他，我们马家上下里里外外都看到听到。当然，小女子将你区是什么呀？老赵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倒有几分像是真的。倘若真有此事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大圣，你本原告，怎么也喊起冤来了？大圣，这小先生一胎无言，我马家是女子，恰非他所生啊！是哪个所生？是小夫的所生。你生的，虽然是我所生，我生的，我生的，不要说了，得都叫你们吵大了，还是先喝一口，清醒。老赵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我看这个好办，叫小孩子上来，看他叫声妈妈，也就是了。对，咱过一把，来，把小孩子手浪带上来。姨娘，谁啦？过来。是了，过去，不要怕。
谁让我来问你，他是你什么人啊？她是我妈妈。那她呢？她是我姨娘。大人，事情已经清清楚楚。对，清清楚楚，把小孩子带下去。大胆张黑的，孩子口中吐真言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大人，家里大娘为大，我为小，我孩子虽说是我所生，去教他。妈妈，此次前锋伶俐，深深知晓。此次转地包。结果大臣，地包，你管个地方，应该知道马家水郎是武氏大娘所生，还是长子黑堂所生？大臣，马家是他无人家，他家之事我地包也不明白。你管件什么事？地包失掌，重大无让。哎呀，看来不做家政，要求部队的，还是糊里糊涂争吵一阵。卫兵大人，水郎从小到大都一直跟武士叫妈妈的，哦，那叫张开当你，那倒是叫姨娘的。这就是了。下去。地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张开当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大人，地包不知内情，我已牺牲过刘氏生为我妾身，欺负娘长大少为孩子欺负，可以为证。传刘师生张大嫂。大人请在，为人消灾，别人是我，与我无碍。参见大人。刘师生，小娘，你可是水郎的接生婆？是的，是的。那水郎是何人所生？刘师生，你可要早些生娃呀！好一个吊我无人，但管世事传统。刘师生，这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卫兵大人，那天黑自报出长马后，是叫大娘妈妈的。张大嫂，水郎的头发可是你剃的？是我，是我。那水郎究竟是何人所生？欺负那天，随了我在大娘的怀里，那实在是大娘生的喽。大人切证是三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张大嫂。什么大人？水龙真是我所生，小女子却是冤枉啊！死不认罪，可恶之极！来，不打不走。与我重重的打！是。疼痛，难熬。郎才客气。
归红浪好。不管你怎肯情扫，打，隆重的打。母子等海要判20人，真是个好官，清官，清官，好官啊！公才长领，奉命押送军官到包大人台前复审。我同不于是在阵外等候。裁决陈罪应，不料万人是情深，不过寒山青山哟，他出门迎礼是何意？相连也明深，忙相亲，冒着举足可是里，不与我怒中伤，气与恨。反复过来，披甲带锁。
曾我扫墓
要发红。父亲父你的夫家父，你是真理，你可算当了公差了。没与他娘的相助，我于是后当得了公差。弟弟，只看哪个是你的弟弟，快走！我只认得你是去玩，你难道不能过受精神？我只是公事公办，快走！不行，我不是仙，你就不能仙。你好狠的心，想不到3个月不见，你竟变成这般模样。只看我变成这般模样，到底是我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我还没有问你呢。你问我？是的，是的，我是变了。我从一个好人被变成了一个完人。可是弟弟，这件事还不是因你而起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弟啊！母亲。
成计设计将阴心，岁色分明教父你无悲皮见不成。一怒之下怪我真，幸亏得靠门敲来自三听，须尽恨怒，这句压死我不知，会动三分苍匆苍，可怜我。莫别却当成道，切不结缘，切不结缘，黑相认，会不该无端踩他无尊，会不该狠心乱入如金棍，丧失夫妻苦命的家。为你生约的，来，我为你开家去送，扶你慢慢前行。姐姐，
年轻王第一皇命，明察秋毫，是非分。这法事三不许死，上报朝廷下命。老夫报称，本被龙都太子天葬国钥匙，正是暖牙开封府之策。那时阅卷，见陈州府向文上报，张黑堂押司丈夫将得争妻之子混来家事一案，好生苦你。老夫想来，押司丈夫无人也常有此事，这是偏往一切，将得争妻之子，天下少有。况且押司丈夫奸夫有妇之责，恐有成冤莫怕。老夫一面查张令等调取被告，一面有财神传承政府院审官吏，见原告凭真人到来，一边发声。错有陈政府一官认证扩证到来，到了。查张令等上来。是。张令等上到。小人小才，才归原办是。传张黑堂。张黑堂上到。为他去掉营去。是。张黑堂，你怎样引荐押司丈夫，将得争妻之子混来家事一案，一夜找来？大人，我满腹冤情，从无死期呀！慢讲来。我那一天，不，那一年，对，1000年之前，1000年之前又怎么样？不是1000年之前，是那一天。你不要
慌张，大胆的上来。长吏，你是乱押一名差役，怎会违反法纪，引教犯身设话，下次不可。是。张培堂，你不要听声应教，这管造色从头一夜射来。这从头射来吗？大人，我从小家中的话，无奈卖身作娼，后来才从两地。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处？不在。大人，这张海东从未上过公道，心中紧张与文字，其实他的3号人命都是陈罪府却当成糟蹋。公堂之上，岂能用你无论插嘴？来呀！有。拉下去，充当死者。大人，开门啊！你竟敢拦住老夫这法！万不过，万母之意是，大圣虽要当他，岂说万母得罪了吧？你为何要替他受苦？实不相瞒，张令是我同胞弟弟，看他受当，我于心不忍。张令，这是真的。大人，张海东却是小人报警，为证必告，他生死罪，小人官员受罚。不，大人要当去当我吧！当我！休得多言。张培堂，本官哀民之子，执法十三，你不必惊慌，这管造色慢慢讨来。大圣用兵。照你说来，你丈夫是无事的死。是。虽然虽然叫他妈妈教你一娘，却是你的亲生之子。正是。可是这也句句是真。残缺推过一旁。来。有。传副司与一官生正上堂。不是一官生正上堂。千古大圣。不是，老夫今日别话不分，但问你谁郎究竟是谁生之子？谁郎是我亲生之子。地保张大少刘私生，小生才。虽然是无事所生，可是你三人所证。是个。啥是当初真而不赦，重新讲过，还来得及。我看还是唱老调为好。唱老调。为兵大圣，谁让一定是说神神在是谁生之子？是不是他娘之子？此话当真？句句是实。谁让你可叫他娘妈妈的？残缺推过一旁。是。带谁郎？带谁郎？你娘死了！死了！你娘！什么？你做什么？快过来！谁郎，你休要害怕，听老夫分话。你今年可以7岁了。我已7岁了。那应该懂事了。我来问你，堂上站着2个妇人，哪个是你妈妈？她是我妈妈。
里？是我姨娘。大人，小儿之话怎这么变长？虽然却是小夫人所生的。是啊，却是大娘所生的。有一行神灯残缺待侧当去推堂。神郎，姨娘，姨娘来了，姨娘来了，姨娘堂真手法，心地团良。小丑郎爱姨娘，真不亲娘。安常远望，你无他真相了解安排。生鸟娘。什么精心扶持？我说是母亲亲生他。
取社会上来。是。父是张培堂，随郎究竟是谁生之子？本是此案症结所在，老夫言有一法，你们且仔细听了。先杀回一路光，杀过圆圈公堂上，且上随郎参中央。你们二生分残两方，谁能将他拉出圈外？谁生就是他亲娘。是。一点，包大人说过要我站在中央里。是啊，姨娘，我会站到你这边一点点，你拉点重些。两声听着，用力与我拉来。一声令下，千军从，不生心思我不哪里是郎手郎手，分明是八郎家财手中。一拉就是便一便，一拉就是恶一动，一拉就是宁千两。想到此，我上必是天地千钧。拉！张培堂，看你样子分明不肯用力，你竟敢违抗老夫之命！大圣，万无不过。那就快与我拉！快啦快啦，我都等不及啦！是呀，大圣就快啦快啦呀！你们也真心机呀！张培堂，堂上再不用力，老夫可要当你死射他翻了！姐姐，你就用力拉吧。姨娘，你就拉吧，我会拿得止痛的。请教问色彩。
他人亡，不如心思高强，同根同。老兴起了这一位配血走脸，兴起了7年养育生死功，谁可能比将他你老表泪水永恒，你那一番谁家的你那一层心间为权容我传奇四国公讨才生心，黑他四目金身，真正亲儿随同。父子居心不成，那不相为死活。这老夫的子谋财之事，不是无事就是那个。啥子？不对！好的。哎呀，将他上推上来。是。你等得胜现在，尽管颠倒合法，乱作为证，老夫已被下杀到这次，就等你等策划。大人饶命！得了哪个奸贼，还不快快招来！少林寺，他是无事个平的。原来是他！来呀！有。传朕这副原生官吏上堂。臣这副原生官吏上堂。参见包大人。曹令司，你知法犯法可知罪吗？大人，小的是个小领事，上黑道衙门本是太岁本人之恶，小的不过是大拇指朝阳谁上谁下而已，深爱谁不到之此，与小的并无关系。老夫不问你是何烂事可因，却当良民征召。只问你是何与武士同结，也是马军情之事？大人，这说我是气呀！有真神在此。少林寺，我性命要紧，52人之外不弄，我们一生上不了外不弄。那么要死噻！
一行人等公堂听断。陈州太守苏生救贼无度，身亡不清，下诏为民，永不取用。一报张大嫂刘死生，社会无争，本得从犯。年节恢复人才，并自赠于公，从轻发落。每人长则80，屡配300里。草令师傅我此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当堂开杀。张培堂待查儿子虽让，为家好好顾色之去啊！